并朋友。大人拢称赞爱问囡仔讲，你大汉想要创啥？伫澳洲西部就有一个10岁查某囡仔，伊伫2岁半时就甲大人讲，伊想要驶飞轮机。目前伊10岁正在接受相关的飞飞轮机的训练，希望会当有机会成做全世界上届少年的电动飞轮机的飞行员。I'm 10 years old and I am very interested in aviation so much that I'm already a pilot. 敢若10岁，艾米斯派赛是驶全电动的教练机，伫天顶飞来飞去。伊讲自细汉就知影家己想要做飞行员，2岁半的时阵就表达出足想要飞行。7岁的时阵体验第一摆飞行，后壁阁学操作空飞机，和其他的产业同款，航空业即嘛渐渐拢正能排放。斯派赛的爸母为了完成伊的心愿，规家伙对昆士兰搬去西澳洲，伊全自动教练机飞行课程敢若遮有，而且斯派赛将有可能变做世界上上少年的全电动机飞行员。今年，伊甚至阁受到邀请去加州参加女性航空峰会，分享伊家己的飞行经历。I am very proud to be able to help the future of aviation by lessening carbon emissions and flying electric. 电动机目前的航程有限，飞行课程公司讲，伫特定的空隙会当飞行1点钟。即马当在培训飞行员，互未来第2代、第3代的机种会当替商业航空服务。Learning to fly in an electric plane is typically a little bit easier. The way the information is displayed is a little bit better and easier to consume as a pilot. It's also a lot safer. 西澳洲计划要变做电动航空的中心，目前已经有3个机场会当提供充电的服务。当地的航空公司 Aviair 按算要伫2025年推出电动对地起降飞行机，主要是要用伫旅游和飞行体验。公司新闻新闻部的编译。镜头来。